想袂到啦，想啥？想袂到咱这个访问来宾，咱出世伫倒位嘛，去有影响到呢。迄来宾竟然因为咱的出身来影响伊态对咱度随改的态度。变安尼。对啊，哥，你想办法一下无？伊看袂起阮这台南的假查囝呢。妹妹哥，甲恁爸讲者，无咱伫咧话，阿爸、妹啊，恁这去互欺负啊！两个朋友熟识，去甲迄阮阿邦讲者吼。等下，哈，人若是毋知阿邦是啥物安怎？阿邦是啥吼？台南周定邦啦，迄个念歌的，弹琴的，对当，对，伊的琴面顶有一只石虎。对。而且嘛，爸最近有出新册哦，用台语播世界名曲啊！啊，赞啦，想要知影的人家去吹哈，我则无要广告啊，袂假讲诶。嘛是爱广告一个啊，广告一两句嘛好啊。好啦，啊，甲阮妹讲者啊，你等下打电话哥，没可能袂插咱。妹可能袂出来，你打电话哥，叫哥替咱出气。好。哥，我甲你讲哦，伊这个老师讲伊无熟悉你哦，恁老师讲伊无熟悉你。嘿啊，哥，你甲伊熟悉者，对啊好熟悉者。甲伊讲你妹外古水囝好甲处理者，叫哥来哦。咱这个开头安尼，敢是正常诶？咱太已经无伫遮，我硬要安尼讲啊。老师哦，你听到的时候已经袂赴啊，我已经甲阮哥讲啊。袂赴啊，有人去甲伊处理啊。好，安尼就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化一寡生活上的大意思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里面写这词啊，你甲迄三个字减掉哦。嘿啊，哦，你安尼我看咧无关系呢。要紧毋是你咧念啊。好啦，咱现在欢迎今仔一个著名人，欢迎。你敢有想讲，阮会伫节目面顶玩假去互你看到？有啊，这我什么画面拢冇想过。哈，敢有想过阮是安尼古锥的妹啊？呢18无咧，无，我想讲应该是两个。迄带迄钱吼，迄钱啊呐？无啦，我两个古锥的妹啊，古锥的妹啊。你讲你的口罩要转来我遮吼？两个古锥的阿妹啊，对无？系啊，古锥甲。好，顶一日老师讲到真侪乐器的部分，互咱接受真侪乐理，啊，还有一寡生活卫生的部分，嘿，啊，还有一寡台南的历史教育，对，即摆要来上重要的，就是你红中，看蒙歌团上重要的物件，咱要来讲啊吼，想要请问老师来，啥物是看蒙歌？看蒙歌就是吼，咱人死了爱落地府嘛，对，嘿。地府毋是地角哦，足侪人误会就是讲，比如讲出家和尚、出家尼姑，是家属讲，恁请一个看蒙歌无效，迄拢甲恁的蒙文带咧地角，带咧地府，啊，那你若请阮遮食菜吼，上经吼，对，带恁去天堂极乐世界，我讲根本就毋对啊，咱人死了先落地府，过路关。行过红泉路，进入十殿阎君，互十殿阎君审判。最后毋才会当讲分做四，对，四生十类，四生六道，对，才会当去判超生，看你要做啥嘛。对啊，伊安尼讲就毋对啊，所以讲人死了后，伫另外一个世界迄段路，对，就是看蒙歌来甲伊接应，地府红泉路，红泉。对。啊，这敢是丧礼才会使唱？毋是啊，你看我今仔嘛是来遮唱啊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以早到今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听到讲是伫咧丧礼时阵才有伫唱啊，但是印象来，但是有人讲什么做新明星嘛会使唱啊？迄是错误啦吼。咱咧古早时代吼，对，台湾民间信仰吼，咱无法度去否认的，就是讲台湾的文化，有一部分是对大陆过来。对，咱袂当甲因为政治立场的啥物关系，甲中国大陆切离开关系，是无可能的。对，咱的文化，对，一定有一定的影响。咱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呢，有道教。对，道教内底伊就有另外一个佛教，道就是道士嘛。对，但是以道教这个信仰做一个基础，然后伊会产生一寡民间的一寡信仰出来。对，有一个佛教的这个物件。对，佛教呢，伊其中有一项就是讲，咱人出世吼，伫地府就已经有一个位啊。人讲较早人讲穿新鞋行旧路。你这条红砖路就是你顶世捌行过啊嘛。所以叫穿新鞋行旧路啊。
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对，啊，过来就加上讲，咱人拢伫地府有一个位啊，所以讲古早时代有一寡科技，比如讲查某人袂生，对，就请即个法师落地府落去探花葬。哦，你元神宫探花葬啦，你元神宫探元神啦，比如讲元神无光彩，人袂顺遂，袂平安。什么啊？入去拼咧啊，甲你对，内底清气，你人就清气啊，生活精气神拢会清气起来安尼啦。对，真重要，真重要。我有认真哦。哦，你字捌足深。好你教。所以讲查某人吼，若袂生，得请法师落地府落去探花葬。花葬若清气，花骹有灵力，你毋才出了好囝儿。所以讲你要去探花葬这段路，有路关。路关哦，迄就是路关，必须要落地府。所以讲咱照大陆传过来，这个开路关的仪式演变出有够侪民间的一寡仪式出来。比如讲人出事，我想买我想买嘛吼。对。无咧，我听做你想买什么物件？想买。好 ，OK， 你想哪声 ？OK。我因靠钱。我想买啦。要来投胎转世进前，有一地府地库借钱来投胎出世嘛。所以讲有的人伫在生活的时阵还袂死哦，伊就开始补库、烧库、补财运、补库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，有可能我出世我共借较侪钱。补财库的。我要安怎知影我有借钱无？对咧啊，你古早时代人一定拢有做，有借的对。伊有12生肖。对，什么生肖偌济钱？咱人若死了后烧库钱，就按照这数目来烧。毋是像即马的人安尼烧倒大堆的。古早时代的金纸银纸是正金正银。金箔啊正金正银，所以烧一撮啊就有够量啊。对，即马烧一堆较有够遐量啊。对，贬值。无开啊，无开啊。而且即马的金纸面顶迄啊，迄张金箔甲银箔，迄因即马拢是有诶是去擦粉诶，擦粉诶迄都袂使，有人讲安尼讲。无基本上烧做侪无。迄个假钱，这可能假条，这假条，现在做金纸来吹咱。咱按照这个仪式呢，对，产生出有这个看蒙瓜这物件，就是讲要来带亡魂，落去地府报道。这段路叫做红砖路，四通八达，黑暗暗。亡魂死了就可比一只小芳船，流落江洋大海。避风甲你吹，避水甲你流，流东往西。有脚行无路，有手无地摸，有嘴无地讲。你已经开始啊？我开始啊！你莫甲拍断我骨病啊！歹势。过来。所以讲，就爱有看蒙瓜开路关，带亡魂行过这段路。对。原来是安尼啊！你那摆伫遐去上补啊？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可能人过身嘛，咧做师公啊，我想要知影，就是恁即个看蒙瓜拢是伫什么时阵咧演奏的呢？看蒙瓜吼，古早时代吼，上介古早是新明生咧用的无毋对，上古早啊，上古早。以早是啥呢？老热丁。老热丁就是老热，毋是老人迄个老热。我你讲，老热丁是你讲话，无你讲毋是阮耳仔问题。莫落，我等来，拜拜，无钱啊。这就是你讲吼，古早时代的人做老热的啦，对，以后无法达。拢是红的嘛，兄嫂小姑，对，小少去关红姨，就是这小姑是红。因兄嫂传小姑去找红姨，甲伊即个亡魂，因翁的即个亡魂叫起来附身伫红姨的身躯，小姑甲因翁见面。这段期间呢，伊即个故事就发生做一趣味的代志。古早时代拢是查甫装做查某的。对。咱就用这拄我讲的遐开路关这仪式。因为要落地府开路关，落地府叫亡魂嘛。对。因为咱这个是老热丁爱欢喜啊，所以就激开海。古早拢查甫装做查某，对，就开始表演，开始老热。就用这个故事来做这个顶头，然后较变成丧事。所以讲你拄则讲新明生老热咧用的，就是安尼来的。一直到百外年前，显化台南显化遐个人，
100多年前才开始的。对，其实看蒙瓜的历史甲歌戏并久，甚至比歌戏更较久。哦，都神话迄边开始哦。对，因为神话遐人甲即个18晓的即个仪式，即个顶头，即个兄嫂小五官人的即个，甲转变落来做丧事，感觉讲，这敢若就做丧的有钱通趁哦。有money安尼。因为像老师弟伫咧导览先生迄集嘛，下骹就有网友伫遐闹话讲，因细汉拢无看过呢。讲迄看蒙瓜其实历史无遐久，但是我感觉迄是地区无共款的关系啦。有的所在无啦，你看伊所在物所在啊？即摆人办丧事，若死拢有拖去殡仪馆，你要对看看蒙瓜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咱看蒙瓜一般是当时做七，还是讲看蒙瓜吼？古早时代就是拢是伫出山迄工做，出山迄工做，但是台湾随着年代的演变，对，经济好，对，看蒙瓜做袂离，做袂离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对，就是足侪人要请看蒙瓜，对，因为伊有安搭咱人的心情绪，带亡运行好咯，活的人嘛会当好开发，会当放下，对，伊这看蒙瓜需要性的需求增加，所以讲出山迄工要做袂出来，嘿。就变成讲无吼，阮若提早来甲你做敢好，我出山过来甲你做较短，做布林安尼。我变成讲出山的进前做一摆，甲出山迄工做一摆。我变成安尼，做两届的对。对，然后演变到伫咱的神话吼，溪南，咱以咱们溪来做计界，溪南吼，溪南因头七，照理讲是爱请道士来开魂路。头七是毋是会回魂嘛，和迄个还魂日嘛，头七伊咧亡魂会转来嘛。对，爱请道士来做广告，但是道士较贵，看蒙瓜较俗。是啊，共款的内容大同小异啦吼，无啥精差。但是看蒙瓜较俗，所以就但是看蒙瓜较侪人呢。对啊，但是做顶头以早的人就是安尼。是哦，较俗。我讲阮这看蒙瓜俩人因咧道士，安尼阮较俗安尼。较早人较顾谦啦。对，所以讲头七的时阵就请看蒙瓜来做，做一个变成风俗。所以溪南看蒙瓜做3摆，3摆，对，头七一摆，尾顺一摆，出山搁一摆，一摆。但即摆大家拢3顺做1顺啊，是变哪？我多啊，我感觉吼，迄工我甲总义社头家咧开讲，住大都市，若死住大都市做毋得，因为人济啦。对啊，头七袂够就爱烧啊。对，烧了才来做广告，为拢头七顿，头七的时阵，特地公伯来带伊转来厝。对，特地公伯来带伊转来，行过亡灵溪，亡魂来伫溪仔边洗骹手面。对，洗讲指甲落去，头毛落去。转来看到囝孙仔咧哭。我来倒伫遐，我指甲落去，原来我已经跳伊啊。对。你看头七还未到就烧伊，做广告转来，伊根本就看袂到迄大体，伊嘛毋知伊死啊。所以讲这做头七、2七、3七、4七、5七、6七、7七49日嘛。对。每一个七，伫阮遐迄个风俗，伫阮遐迄个地区的即个对死亡、死后世界的即个观念，就是讲做一个七爱过王，头七1殿、2殿、3殿阎罗王。咱的10殿嘛。2七就爱搁过几个，做到7七满，拄好规个地府红砖路一直到第10殿转轮王拄行了。每一殿拢爱做广告。每一七拢嘛爱做广告，这就是安那咧。譬如讲，咱咧律师带被告去见法官，法官就是阎罗王。对。这个亡魂财产做好，你互伊较快活，就较好过。对。但是讲，即摆人办丧事就无照以早的即个步数咧行，无照即个方向咧行，所以就拢变干化。对，所以讲即摆人文明变足济就是安尼。这嘛是甲祖先有关系啊。因为这是阮阿爸最近有咧看一寡底片，看底研究迄个能量的即个拉扯关系啦。甲遮伊有看一个人，差不多用西方科学的即个角度来咧分析咱的风俗，其实相通。对。好啊，这就会看远哦，咱先等来看蒙瓜。一定讲要做一个做。你想问讲看蒙瓜一般有几个人？有啥物乐器？咱的看蒙瓜吼，分做前场、后场。前场就是咧跳的，咧表演的迄就是前场吼。前场呢，就是4个角色。就是翁姨、法师、老婆、小段。翁姨就是头拄则咱讲兄嫂、小姑、小舅去管翁姨嘛。对。所以有翁姨，兄嫂就是即个老婆。对。小姑就是即个小段。
对，过来呢，就爱有一个法师嘛。对，法师开路馆啊，落地府，甲亡魂叫起来，附身伫红伊的身躯，对，小古甲人见面，所以就总共整场4个角色。嘿，对。啊来后场伫些古早时就是2种乐器，就是月琴甲大弓弦。对，好。啊，一直进步甲家用汽车较普及的即个年代吼，一只自家用的汽车就是坐5个人嘛。来就甲伊简化，后场2个就变1个，司机甲副座是毋是2个？对。车后壁面就会使坐3个人嘛。对。嘿，啊，就剩5个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阵经济好来开始拼阵。对。计小俗一定就是我的卡小一定要减啊。对。减1个人是大家较有摊分。对。嘿，啊，就变成用3弦。后来就改3弦。对，就剩3弦。啊，来3弦吼，咱的电子吉他出世了后，这个人电子吉他6条线，啊无咱甲加掉剩3条线。这开口佫愈下看蒙歌。是啊，电子吉他加3条。对，3条线甲拔开。啊，然后呢，这弹3弦的人，无咱来甲做电子3弦做3条线。所以电子3弦、电子3弦伫台湾，伫民间。做流行的是哦，对。所以其实我有阵时伫咧台顶看到迄个是电子3弦，无伫台顶迄是有可能是电子吉他哦。你会注意看伊几条线。好，我看无。你拄则月琴迄个粗油，你就看无啦。对，我就是要安尼讲。安尼想要问老师，就是这看蒙歌一般有啥物曲会当唱？啊，你敢袂当就是小解其中一个剧情，互阮知影？简单就好哈。你暗示啊，我知。暗示啊，看蒙歌吼，看蒙歌吼，伊有2大功能啦。对。第一，藏亡魂来放下。对。第二，要互家属消透因的情绪。看蒙歌内底有快乐，就是要互家属忘却迄个悲伤。对。后壁面呢，唱一寡悲伤的歌，互家属消透因的情绪，互因好。所以讲看亡魂过关，安尼活的人嘛感觉伊过了好，安尼是毋是活的人嘛快活？对。所以讲伊的喜悲的歌拢有。所以但是我要安怎选？我要喜还是悲？无，阮家属会使选哦。袂使选。家属悲伤个需要选。伊嘛毋知要唱啥，只是讲咱爱引导。对。咱家己选。为什么咱家己选？因的情绪、因的状况，咱看目色，看咱目知。咱这时阵，所以你是一个目色做好的人，对啊。咱就半中晚讲，咁气氛安怎啊？咱这时阵来唱啥物歌？较叮当的唱较。咱加唱一寡悲伤的歌对。那是你冤家咧？冤家哦，我唱阮的，因冤因的，拍因的。是啊。我拄过啊。想讲因你冤家咧唱一寡，迄节奏较紧的。无啦，阮看敢知影唱啊。我小争财产。对啊，有即种的啊。对。好啊。所以讲，等一下我来唱这个劝亡，就是讲亡魂放来放下。这个世间上无论是皇宫太子，伊是一个太子，但是看破皇宫的荣华富贵，出家修行。是讲文王天下间上好命，百祖千孙，伊嘛是爱死。对啊。赵庄较侪钱，伊嘛是买袂着伊的性命，对不？伊嘛是爱死。所以讲放亡魂来放下。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甲家属讲，万一有一天，医生若甲你判你着绝症，剩1个月，剩半冬。要死啊！你要安怎？你敢有做好准备？用这个人来甲因牵架，这嘛是咱古早时代的人伫教咱的后一代性命的教育。像咱这看蒙歌，伊要算的即个词叫啥？像咱阿爸伫讲的吉普，因迄是吉普歌。咱这看蒙歌讲有啥物？拢会使，你要用一波来讲嘛是会使，因为看蒙歌伊伫古早时代吼做慎重。法师开始请神，开始做甲送神了后爱放炮。放炮哦，送是神明要送走，来放炮来送嘛。所以伊嘛是一波做完整的剧本。你要讲炮嘛会使，对。你要讲出嘛会使。袂使一条。无就一条。一出甲一炮。对，这嘛会使。但是看蒙歌伊就是看蒙歌。有个人讲请问恁是看蒙歌团，还是讲恁是看蒙歌阵？因的名词因袂晓讲，因毋知影，因的问阮。对。有个人会感觉讲，阮是团。还是阮是阵，但是我认为拢毋是，伊就是看蒙歌。对。所以呢，等下咱来唱这个劝亡。对，好。来要唱几分钟？
唱一分钟，1分钟啊，唱1-2分啊，你唱一段啦。好，唱一拍，好，这一拍嘛超1分钟，1-2分钟。哦，好啊。哎啦，无介侪钱一条。哈？什么？无啦，别让我收掉啊！两朋友啊，你若听啦，阮这安尼做委屈的我，你若委屈你讲啊。所以拄则讲的迄个王子的故事，就是某一部内底有讲着。这就是系啊，头一条。我等下要唱的是讲，释迦佛祖伊是封疆太子啊。对啊，对。系啊，啊，伊为着要脱离生死轮回去食菜啊。对。对啊，这就是一个故事。伊调音么是毋是爱换？换五代就是有5个人嘛。哦。释迦文王赵宗平祖关公啊，有诶每一团做内容拢无共。哦，是有诶会关公、颜回。这5个人，所以这是恁这团的才会唱安尼。对。另外款5代可能是无共款的5个。别团就佫无共款啦。较复杂，做复杂的啊。无较早的人死啊。哦。第一时起啊，愿红姜。6年来受苦事啊，三中。山6年受苦刑，大莲花往西风。拍婆啊，拍婆啊！哇，好听好听。无安可。想袂到你唱起来是安尼呢。啊无咧。啊无咧。我唱起来真温柔啦。啊，我就想要听你唱一寡现代歌的。现代歌哦。对，你唱。台语流行老歌。看是要老歌还是新的啊？你唱一个10秒就好啊，咱卖就是版权的问题。10秒。版权。对，版权是15秒啦。啊，因为我惊你唱了伤成，所以就是你唱一个。我想要听看就是你唱的，咱这种坑5代这种歌，甲这种普通的歌听起来什么共款？哎呦，我唔知要唱什么歌呢？啊来，甘愿。雄雄我头看以前我的脚步。不甲心头阵阵的酸苦。好，安怎啊？听起来共款，你有感觉？我听起来要共呢。你安尼，迄种庄严的感觉，规拢起来呢。刚刚是阮爸迄个年代咧听的歌哦。对啊，还是你有诶较新的哦。我听看我无共款的哦。后摆我若过来上节目，可能会散呢哦。去散。啥啊？讲的红叶啊！不是啊，我讲你唱起来做庄严的啊，你甲你讲啊。做庄严，迄应该是迄个。现在还菩萨千里的手。无你唱一个较快乐，无叫我两个歌，叫我两啊。爱情比你想的更加伟大。我袂啊。你连工要来，你搁去来一条较新的。唔愿搁徛咧残水牛，所以要来再会啦。趁着机会。火车载阮要去哟。你家己讲是毋是听伊唱，拢感觉是咧唱？我毋敢讲，毋是是你迄个开口，甲你迄个人迄个庄严的感觉，互阮无论你唱啥物歌，拢感觉。无你唱蹦恰恰。蹦恰恰，你讲恁遮多起来？我在讲蹦恰恰的鼻孔。好，原来老师唱这种流行歌，听起来嘛是做庄严的。连讲若是佫有机会，佫邀请你来，老师你爱准备一条较新的。好啦，听看讲较新的，你念起来敢嘛是这种庄严的感觉。我会晓的，就是这庄严的。系啊。
袂啦，迄是你的特色啦。哦，你想要问讲，有人讲做松的八字爱有够重，啊，请问老师，你做这道够重，有啥物印象较深的代志，是讲趣味的代志，咱甲阮分享无？哦，趣味代志吼，太济了，太济咧。过来，我来讲一个吼，最近有一个朋友甲我问，我嘛分享这个故事给听咯。哦，爱较短了吼。好，就是吼，阮做电头做刷，啊，伫遐等要出山。对。吼，啊，热天人足热啊，阮就我车顶有架椅啊，我就举架椅啊，大家坐。是。吼，啊，我大家举手举架椅啊，就去迄树仔骹吼，啊，拄有一户人家。吼，啊，阴前骹有树啊，啊，凉啊来遐坐。哦，水道头顶面有一个水泉啊头咧。伊摕起来无爱互阮洗手，无爱互阮好凉。啊，互阮赶咧，恁走啦，莫来坐阮遮啦。当生装卡人。惊讲你会去甲刷掉。嘿啊，啊，即讲是你会刷人。无人讲啊，恁兜毋是你会共刷。对呢。哦，啊，佫有一间出山吼，阿伯啊吼，看到出山队伍对阮兜经过。对，哇，足赶紧哦，门紧紧起。嘿，举一支拐啊，就开始吐出来。我用手一直比叫阮走，头前的车挡点，阮是毋是嘛爱挡点？对啊，多自信，毋是看望我都挡伫因兜门口啊！啊，伊就伫遐用拐啊，二八叫阮爱开走，啊，明明我都开袂走，我嘛开袂走啊！无路去啊！啊，走啦，安尼，哇，喙齿飞出去。对，你甲伊斗扣无？无啦，偏偏这个踢较远，后去扣袂着。创啥？你的笑点搁伫遮奇怪。我咧想伊的画面。佫有一件，去台南殡仪馆做。对，嘿，这个查甫人哦，30几岁，40通岁尔，啊自杀。啊，我想讲，这自杀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嘿，我就去找庄医师头家娘。啊，头家娘吼，加一支薰。啊！坐伫一台，我就是要录影。坐一台吼，红色的美女面顶，啊翘骹，我讲头家娘，这安怎死的？啊你无喘气死的？我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当然嘛知影无喘有喘气，感觉会死呢啊！啊，我讲啦，你看迄个查人无？迄吼，3个查甫人为伊自杀呢。你看这查甫人家刀袂剃扫帚，你看会杀人。这3个查甫人拢因为这查某自杀。啊，我去做看门怪，就是第3个。哦。啊，阮咧做的时阵吼，去叫要赔呢。哟。哦，寒甲迄冷风的，脚只冰冷叽叽啊。哦。结果迄台湾宾馆冷气开伤强。你较正经的好无？我迄电影片讲，想要知影是啥物款的故事来听，我的 podcast 结果是安尼，你还要叫我听种扒，我咧讲。趣味的代志足侪啦，但是讲无一定爱有啥物灵异体质啊。他拄则咱去接讲的，讲咱兜的官嘛，人兜的鬼。对啊。但是咱若无即款想法，无即款的思想的话，咱所看的这个亡魂。对。因拢是咱的长辈，拢是咱的时代。是啊，哪会甲你害？对啊，而且咱也无甲创啥。对啊，我嘛是趁食人。我过来甲你送你最后一条。对啊，我感觉是做好代。对，做好代，无啥物讲啊，即项头路会做一袂做一啦，甲八字无关系啦。只有你有用心无用心，你敢有适合即个头路？你敢有甲家己放伫重要的位置？你就是带天命来，要来做这件对啊，真正我细汉就最爱看卡门歌啊，最爱听啊，包括做乐器、做乐器嘛是啊。对，人家拢相关联的呢。对，世界对，拢关联啊，所以我做兵替我进前，在做乐器，若是讲袂晓做，毋是还咧困扰一个阿伯来托梦啊。哈，这是正经还是讲？正经的啦，正经的啦。你头拄讲笑伤济啊 ？Come on， 伊是正经的，正经的。阿伯生做啥物款？对，无型，无看到清楚的面啦，但是知影是一个清调的人。伊来甲你讲啥？伊嘛无讲啥，我知影伊头壳顶遮无毛，后壁有白头毛扎，等等，有迄白块线鱼骨啦。伊袂甲你教讲安怎，伊就是显迄个景吼，即个乐器，即个部位。什么啊？趣味哦，该趣味。啊，伊直甲做兵替我以后会晓做啊。对，伊就无出现啦。无出现。
哎，你出塞啊！恭喜你出师啊！3年4個月已經過去咯，安尼啊。对啊，就是哇，伊家己一個人會使做一個節目啊，無需要個咱啊。哎呀，你錢無互你啊，阮就甲你開發一個。哎，来变来宾了。對对，我是你來賓，今日來遮小弟的訪問，我講話。哎，你若做來賓，我無想要請你呢。哈，啥呐？你來講我那個我去咯，老死。我感覺你做歡喜的，不過你有感覺你做歡喜的啊？Super 歡喜，不過你個講咩 ？Super 歡喜。不過是出皮的，真的。對啊，我看你做歡喜的呢。不過，你毋知不愛頭路是啥？唔知。伊咧考古。科狗，考古，伊考古學家。竟然假啊！搁咧讲笑，你講笑啊，要笑啊！你扣骨的啦。哦，真的哦。係啊。不愛表情，不愛要考啊！好啦，既然講上我不時間，你今日要介紹啥？介紹不啊是無啦？我被背啦，你別煩惱。無人要背吧？好來，工商服務時間。對。哎，組團的避風烏糖炒米糠，這味藥，你食會着較較讓你搞到換一條。我這味藥專治冷水燙着死蛇巴着流骹爆去你樓頂。嘿，夠有無？啥？你無笑無算哦？買，講正經，講正經。我沒有你正經工商，你哪邊安尼聽明聽個就切掉。既然啊，認真介紹啦。工商服務時間，迄個我的樂琴工作室哦，最近有在做一批的樂琴，有一寡朋友已經有來訂琴嘛吼。對。希望講透過咱這節目。對。兩位國水阿妹仔節目，我嘴嫩，生存的能力外強就好。你看有在錢，你知無？錢咧，杯。啊啦，希望啦有介意咱傳統音樂的好朋友，會當來買樂器。過來呢，可能碰今年暑假，也是講年底吼。我會開班授課。開班授課？什麼班？會教迄個樂器班。哦，是樂器班，唔是看蒙瓜班。有看蒙瓜班嘛有。哦，是啊。嘿，看蒙瓜班嘛有。你去到會看這個主線咧？若要看這主線，你會當敲找咱的我的面冊吼。對。迄個林宗範吼。嘿。個人的面冊，也是講風中頂看蒙歌團的面冊。對，聽到沒有？你若找無去看阮的下骹的資訊，阮的面頂會甲伊提課。啊，那樂器的部分會當找林宗範樂琴工作室。哦。總共我就是樂琴就是我就是看蒙歌就是我。所以找我個人的面冊，會當看到所有資訊。若有問題嘛，再看找伊的電話直接甲卡過去啊，像我安尼甲卡過去啊。你要請問敢是宗範老師？好，安尼希望你到時陣開班授課的時陣，你才甲阮退過來，阮再甲你發現動啦。好啊，阮現動，阮無偌濟，阮幾萬人爾。漂白假呢？哦，無是，我是甲你講，阮現動有遮個人會是資源啦，你會使用啦。你這個人安尼，伊是毋是有迄啊被害妄想啊？人來講啥，攏甲我人你家考試啊？不過你平常時甲伊鬥陣就是安尼吼。不過你笑啊，對啦，我知影意思。我不會講，不過大家鬥走，攏坐咧馬桶入咖啡。好啊，莫佮伊講了平數的代誌啊。好，今日真歡喜邀請到宗範老師拄台南安尼特別走一撮來，甲咱講一寡頂一集的樂器啊，還有咱這集的看蒙歌。嘿，其實所有物件攏是愛尊重啦。有影，你若是尊重萬物，萬物嘛會尊重你啦。對，就像阮足尊重你的。嘿啊，萬物有情。會使收尾啊吼！好，收尾那呢？今仔日的節目就到這，感謝大家的收聽，後禮拜請繼續收聽。出名人，請做門，來請門，多謝大家努力。人攏笑我戇大呆，我哄屁唔知。你想啦，我有錄到咧。我嚟講，伊最近我手啥伊攏接袂落去哦。啊，結果你用一個，我無想講你會接的物件，你竟然接落去啊！你聽我哋節目，感覺我兩個是這款嘅。知啊。不定六屆，我攞目前冇講清。什麼幾元？我幾箍啦？對，幾元，我唔係講幾元。嚇？幾元？台南。啊，有會講幾個元？幾個元？哦。高雄的時陣打開信用，哈，伊講啥？
袂啊，我不会人讲袂送你来啊。啊，伊高雄会讲斗，不我去放屎放几斗哦，几道，我才会讲啊几届，几届几遍几道，所以你讲啥？不是晒量尺啊，次数，几届晒量尺可能是一条，还是讲你若油麦啊晒必给的是一条。你是笑油麦啊晒还是笑一条？老晒咩啦讲？一步。老晒了水高暗暗青青啊，一步出来啊！哦，你当作洗身躯啊，莲蓬头，一步出来啊！太高，你就错一步啊！你就像迄，你若是囡仔无落晒错身材就讲一步晒啊，哎呀，你规包迄个油珠啊，规步给伊淡掉啊。系啊，所以就是一步啊，错身材落晒就是一步啊。哦，这即摆录音，冇人可能 NG。不啊，你要讲话吧？你莫怪数住不能，莫怪人叫你关掉就是。准备哦。那错这个食完那晓无啊？现逐讲高蛇丸，你毋知？迄个卖鱼丸啊，嘿，听说小哥咧卖，所以叫做高蛇丸。我这声听起来跟咱阿爸迄无共呢，完全无共啊，较好听啦。阿爸你有听到无？听到朋友去甲阮阿爸讲啊。喂，我会甲这放伫 NG，阮会听种朋友时中会听着去甲阿爸讲。莫安尼啦。对，你去讲，功夫在在，无你惊。哥，你有听到伊甲阿爸讲安尼？有啊，蹦恰恰的鼻孔大有无？可能你细汉敢会念这？会啊，蹦恰恰的鼻孔大，因因为细汉的时阵。为什么都念这？我毋是念片，我是合唱团爱唱这条歌。啊？这拢加调呢？这是哦，我嘛合唱团的呢。真的？系啊，我一部，我唱一部，我唱阮若拍开心内的汤。哦，我本来还没讲，我是水衣部。这边水一部。你在跳舞了。神奇宝贝。你别吵我了。神奇宝贝。神奇宝贝，阮顶解伫这部面面讲海绵宝宝。皮卡车。你讲。大声，我耳仔要害去。